就是很欢迎大家来这样，然后就是圣诞节对我们来说，就是对大家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很快乐的节日。那当然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快乐的一个节日。然后，可是就是除了快乐之外，对我们来说也是就是觉得很有希望，或者是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期待的节日的。因为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说，就是有一位就是耶稣，你们可能听过他来到这个世上的就纪念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是很开心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份喜乐。然后我们会一起先唱2首歌，然后不管大家会不会在唱都没有关系，就是不会唱你也可以用听的，或是你突然觉得我会唱了，那你也可以跟着我们唱，对，都是很自由。然后你突然觉得我很兴奋，我要站起来拍手，或是你要像去音乐季一样冲撞也没关系，对对，那个如果你要衝撞的話，我們請會讓開。OK， 好的，那我們就是會開始唱我們的詩歌，然後歡迎大家一起加入我們。將天敞開，你的榮耀降下來，將天敞開，你的同在降下來，將天敞開，你的榮耀降下來，萬國讚嘆你，你是榮耀君王。將天敞開，你的榮耀降下來，將天敞開，你的同在降下來，將天敞開，你的榮耀降下來，萬國讚嘆你，你是榮耀君王，天上地下可以敬拜，歡呼耶穌基督，聖潔羔羊，榮耀歸於你，天上地下，在永恆裡敬拜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神就在這裡，我們歡迎你，讓一切焦點轉向你。神就在這裡，我們歡迎你，寶座前敬拜不停息。神就在這裡，我們歡迎你，讓一切焦點轉向你。神就在這裡，我們歡迎你，寶座前敬拜不停息。將天敞開，你的榮耀降下來，將天敞開，你的同在降下來，將天敞開，你的榮耀降下來，萬國讚嘆你，你是榮耀君王，天上地下可以敬拜，歡呼耶穌基督，聖潔羔羊，榮耀歸於你，天上地下，在永恆裡敬拜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神就在這裡，我們歡迎你，讓一切焦點轉向你。神就在這裡，我們歡迎你，寶座前敬拜不停息。神就在這裡，
我们欢迎你，让一切焦点转向你，神就在这里。我们欢迎你，宝座前敬拜不停息，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。对，就是这位我们刚刚所在唱的、在敬拜的这位神，就是我们的耶稣。那我们也是会称为他为那个荣耀的君王。对，那他在可能2000多年前的圣诞节，然后来到了世上，对，然后这时候他也会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当中。对，所以我们可以一同敬拜他，一同来向他唱歌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，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他能彰显这地，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，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他能彰显这地，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可以向他歌唱，向他欢呼，向他做一切，然后颂赞他的事，更多更多。
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，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，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，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，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，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，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，君王就在这里，我们焕然献祭，拥戴你为王，荣耀都归于你，君王就在这里，他能彰显这里，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。这位就是我们，就是那位荣耀的君王，也就是我们在纪念我们所期盼的那位耶稣。好，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大家很多时间可以分享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很期待我们要做的点心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想上厕所可以先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往后移驾到那个后面有桌子的地方，比较方便做点心。OK， 好，大家可以行动。要洗手，不然那个可能有点恶哦。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做什么吗？哦，布丁。慧文老师，慧文老师是一个我们教会非常厉害的糕点老师，我们今天特别聘请他来当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很期待。今天是我们要做的是法式的日式的布丁，然后老师已经帮我们把材料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就洗手准备 DIY。OK。
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那个日式昭和布丁。听说最近在日本的那个咖啡厅非常的红，但是每一家的配方都稍微不同，但是它有别于一般那个外面的蛋的那个布丁，它比较属于比较稍微硬一点，有一点像甜的蒸蛋，应该是这样讲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操作，它的材料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只有用到那个砂糖，还有蛋，还有牛奶，好，还有另外一份砂糖，我们是要煮那个焦糖。今天可能困难度比较高的就是在煮焦糖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一下，用没有水的时候来煮焦糖，这样子会很容易，就是在煮的时候你们要观察，它只要开始在冒烟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小心。而且今天我们没有用水煮，有一个好处，它比较不会再还原回来，它就直接焦化，所以会比较快。你们也可以搅它，跟上次我们做的不一样。我们上次有提醒你们说不能搅，但是这一次可以搅。所以等一下你们各组都有一个那个，哇，这支不是耐热的。那只是耐热的，我们要用耐热的那个，可以耐热200多度的，好下去煮焦糖。然后你看到那个不均匀的时候，你稍微给它搅动一下，让它均匀。最后你们要听清楚，就是我们会加上热水的时候，你们要离开一点，因为那个热差太多了，会喷溅。对，会喷溅的时候，你们要稍微小心一点。你只要觉得你砂糖已经煮焦化好了，你就加入热水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帮你们准备一杯的热水，就加下去，然后就马上离火。这样子听得懂吗？可以哈。然后要趁热，赶快。可以做做看，不会可以随时问我。然后要趁热赶快把它用汤匙舀到杯子里面去，好，舀到那个布丁杯里面去，不然它很容易就很快就凝结了。对，就大概这样。我会看你们做，我今天不示范，因为你们很厉害。然后对啊，你们可能很厉害，所以我只有用讲的。再来就是布丁液，我们等一下要先做，从布丁液开始先做。我喝一下开水。加错的话，你们的布丁会非常的甜，然后你们的焦糖会变成不够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先从布丁液做起。布丁液就主要就是把蛋放到这个大钢盆里面，然后用搅蛋器把它打散，但是不要打发，也不要打很多气泡进去哦。因为我们等一下的口感是很绵密，所以你们不需要打气泡进去。我们不是要做海绵蛋糕，所以你只要把它打散，然后同时牛奶放到这边加热，好，加到超过60度。因为你太热的话，它会结皮，所以我们大概是温温的60度左右。怎么判断60度？就看它大概在冒烟的时候，就大概
有关系，就是超过它就是会结皮而已。结皮等一下就是会很多杂质。然后你们蛋放到这里面打散的同时，砂糖也是放到这里面。听清楚了吗？大碗的，对，这边是单纯的牛奶，小碗是单纯的牛奶加热，然后大碗的就是蛋黄、砂糖，还有我有准备那个香草夹酱，加适量的，我都想这适量，我是大概这样滴一下转一下。对啦，大概3克啦，不要加太多，不然会太味道太浓。还有，你们要不要加那个莱姆酒？要啊，但是不要加太多，加超1大匙，就等一下汤匙1大匙，顶多1匙半，不要加太多，加太多酒味会太浓。好，就大概这样子。然后有什么问题再问我好了。好，现在开始就是先蛋黄下去，然后这个不要沾到别的东西哦，这个是要煮焦糖用的，所以放在那个锅子。还有我说一下那个，你们假如在家里做焦糖的话，你们要煮焦糖的锅子要厚底的成功率会比较高，因为要受热比较均匀。好，就大概是这样。我们先来做那个布丁液。好，请你们先放入那个蛋全部放进去。不要打出气泡哦，可以大力一点，不然你永远都打不散。没有这么严重。还是最后再拿牙签把它戳破？对啦，这样是。你们可能转1个小时都很好。好，那个砂糖，对，砂糖，有倒进去了，倒进去了哈，好。这样子就是还要再搅吗？再搅一下好了，因为那个蛋白都还没有散掉，就是把它那个蛋白跟蛋黄混合均匀。你是不是有做过？你有做过？我之前做好。你们不用这么温柔对他，大概就是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只是不要这样打发它，是把它弄。原来不一样。然后牛奶要赶快加热，砂糖加进去了嘛，哈？没有，还没。不要加错哦，大碗的，对，全部加进去。哈？哦，等一下擦干，因为我刚才洗。
们可以加入酒，不要整瓶加完哦。然后这倒下去，你大概汤匙3个。他们脚太弄那么多，你要
杯子，懂了。还跟园长老喝咖啡了，太紧张。有料，不要那么错。
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150还 OK 了，到200就不要了。再开另外一台烤箱吗？有啊，因为刚我里面电力有点不稳。不稳了，对对。有点。等一下，那你什么几月几号找？1月。要跟慢慢讲。要等做完这个礼拜才会走。
当初随性吧。还可以。现在目前楼上的部分主要。这台哈，我这台扣拉机插的只是它
送我一个麦克风。好了，大家记得我们要等多久吗？41分钟，40分钟，那不能坐在这边干等啊。我们来做点事情吧，这样子。我们这边组怎么没有人呢？现在我们先不用放，先等一下。我们组的人都回来吧，里面还有谁在里面？如果对，邀请他出来。坐。慧宇，你是我们这边的。对，就这样了。现在两边都是有6个人。我是树兰，对。然后，你们要想一个，每个人想一个动作，想一个什么动作呢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每个人都会我们最后会排在这里，2排这样子，每个人会从中间经过，然后他中间经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一个动作来欢迎他，这样子。像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会2排站在这边，然后你想一个欢迎我的动作，想到吗？对对，每个人想不一样的，对，可以啊。那我经过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：“树兰欢迎你。”这样子，对，就是每个人都要讲这句话跟做那个动作。好，想一个动作，每个人想不一样的。好，什么意思？想到了吗？你可以是可以是。或者你可以不做用任何动作，就只是讲说也可以。当然，我希望你可以动起来这样子。你可以办一棵树，想到了吗？想一下，每个人对，不会很丑啦，都会很美的，大家一起做就。想好了？勉强啦，对，好了，那就哪一组先想好？好，那就邀请你们组先来这边，然后你们就站在那边排一排。没有，来吧。没关系，每个人都会被欢迎，对。所以我们要边走边做那个。没有，你们就2排站在这边，然后我就从中间走过，然后你们就对啊，就欢迎我请。对，同时做同一个动作。对。对，因为下一位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，对。做一个动作，对。想到了吗？这是最简单的，对，好了，我来了，预备好了吗？好。虽然欢迎弟弟，谢谢。好了就这样，下一位，你们排在那边，预备被欢迎进来。对，换下一个动作。没有，快起来，从那边走过来。请。
下一位是慧宇。好，一二三，慧宇，欢迎你。接着是任翔，欢迎。哎，你们的动作那么像。接着是邵伟，好，邵伟，欢迎你。收雨，好，接着是收雨，欢迎你。这是祖林，啊，王丽，接着是王丽，欢迎你。最后是任君，欢迎你。哎，我感觉你们的动作好像都一样，这样子，就拍手拍在这里，对，好，谢谢你们你们请往这边走一下，然后现在到我们组欢迎你们了。不会吧？就那么多。好，我们先来请炫婷，我们欢迎你。哎呀，接着是玉文，欢迎你。没有声音啊，你们这边。好，新颖，欢迎你。玉芳，欢迎你。秦轩，欢迎你。哦，祥家，欢迎你。最后是文珍，欢迎你。哎，我觉得挺不错，你们这边有点气势啊。很好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请坐。哎，但是我们要看那边，如果坐这边会不会太辛苦呢？但是那边讨论就要围圈圈。对，能看到吗？会，好像有点辛苦啊。还有，那回去那边吧，我们请到那边去坐一下。来，我们接着下来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个影片，然后对，然后其实我们是想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去透过影片里面的分享，然后里面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可以邀请大家去分享一下你的看法。这个影片叫什么影片呢？这是启发课程。